網易咧就喺6月11號咧就今年就上市㗎啦，咁以123蚊嘅上市價去定價啦。咁網易最主要喺內地從事一啲電子商貿同埋互聯網嘅服務啦。咁睇翻個基本面方面咧，咁網易2019年嘅淨收入咧就係592.4億元嘅人民幣㗎。咁按年方面咧就升咗15.8%啦。咁而喺個淨利潤嘅方面咧就係132.75億元嘅人民幣啦，按年咧就升咗60.1%㗎。咁最主要睇好網易咧，就係因為嘅內地嘅手遊喺5月份咧個收入按月咧就升咗咧12%啦。咁而網易本身個手遊業務咧嘅收入咧，舊年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係錄得一個雙位數字嘅增長㗎。咁而本身網易嗰啲手遊嘅毛利率咧係產品毛利率係達到咧就60%㗎。咁另外咧就大家留意翻啦，就網易有機會嚟緊會納入咧藍籌股啦。咁率先可能會納入嘅就係香港版嘅納指啦。咁就指數有機會咧就出台之後咧，更多嘅被動資金咧就相信會追入買入網易㗎。咁投資網易嘅時候，大家要留意翻一啲風險嘅因素啦。咁包括咧就其實呢個手遊嘅市場咧，其實喺內地嚟講咧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㗎。咁另外咧就個政策風險咧，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啦，因為有一啲政策出台咧打擊翻個手遊或者係少年玩個手機遊戲個時間咧，都對個股價有負面嘅影響㗎。咁另外咧就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個新經濟股咧，近期嗰個升幅都比較大啦。咁急速回吐嘅風險亦都喺度㗎。咁睇翻52週高低位嘅股價表現方面咧，咁網易咧就最低位咧就去到125蚊啦。咁而